请问洗门风是一种公开会失礼的方式，其实伊的由来是去对方的厝内洗什么物件？后顶大门后顶，我会记得是后顶。后顶，洗门风。因为迄前门大户嘛。哦，对对对，是亲门打。一定爱前门大户一定爱爱人爱下过啊，你若人打落，安尼就是无礼貌嘛。哦。所以你若爱讲回失礼，你就爱讲洗门后顶，洗后顶。是，我嘛我唔知啦，我安尼有我若啦。行过迄种的，我都无啥的，我拢甲下下过。过对啦。我妈妈拢会毛。嘿，拢这会礼貌，嘿，这礼貌。所以讲恁的。一比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后顶对唔对？唔对。啊，因若有因有对啊，阮阁有机会无？无啊。无机会，就2000互因啦。是，来机会来啊！无，咱就是来门楣，迄是门楣。你讲的都是国语的。门楣，就是门的楣楣。门楣。确定哦？确定吗？确定哦。洗门风。门楣。好，咱来看这门楣对唔对？恭喜哦，得到2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啊讲，到底门楣是倒位？老师。门楣就是咧门上顶悬迄个，咱门安尼对无？上顶悬迄个。门厅上顶悬迄嘿，对，个。门厅上顶悬迄个，啊，咱用这个来代表这个家庭的名声啦。所以咱讲公窑门楣对无？啊，你要去讲洗门风，就是讲你讲人的歹话，啊，人生气嘛吼，啊，你要举回失礼，所以你要去恢复伊的名声，所以就去洗迄个门楣。